呢個世界越快，你就越慢。呢個時代咧，我哋成日都俾各種咧即時嘅事情包圍住嘅，即係好似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，24小時不斷都有新嘅 post、新嘅新聞。咁喺呢一個充斥住短視頻、短流行、快消費嘅世界裏面，我哋點樣可以創造到，或者我哋仲可唔可以創造到持久而影響深遠嘅作品呢？滾動內容複利呢一本書嘅作者呢，係暢銷作家萊恩霍利德。佢寫呢本書嘅目的呢，就係想話俾我哋知道，點樣創作先能夠創作得出能夠經歷時間考驗嘅經典作品。作者呢，用深刻嘅洞察力呢，分析咗各式各樣嘅案例，幫我哋呢點出咗呢嗰啲歷久不衰嘅作品呢背後嘅共通點。佢係由星球大戰系列嘅電影啦，到鐵達尼號啊，或者係即係一啲原創精神、堅持原創精神嘅作品裏面，喺書呢每一個故事呢都好深刻咁展現咗長銷作品嘅力量來源係乜嘢。咁呢本書咧，透過深入探討內容創作啦、市場定位啦、有效行銷嘅策略，同埋建立粉絲基礎呢啲元素，去指引我哋喺瞬息萬變嘅市場打造出真正長銷嘅經典作品。咁我覺得呢本書與眾不同嘅地方呢，就係在於佢提供咗一個成功嘅公式，就係激勵咧我哋去點思考呢？點解我哋要做創作呢？同埋點樣創作先可以創作得到真正有意義嘅作品呢？咁呢本書對於一個創作者啦、企業家啦，或者一個行銷人員呢，係一個好好嘅指南嚟嘅。咁如果你係作家、藝術家或者設計師呢，呢本書更加值得你去研究一讀啊！咁啊，佢教我哋呢點樣超越短暫嘅成功，創造出真正能夠觸動人心、啟發思考嘅作品。咁佢提到呢，首先你要諗清楚你嘅目標受眾。喺開始創作嘅初期呢，設定目標受眾呢好緊要，因為呢一支冇靶嘅箭呢，你好難射得中紅心。咁書裏面都提到呢，想要成功呢，就要揾到利基，恰到好處咁。即係呢個就係答咗呢一個似乎好少創作者會問嘅問題：你到底係為邊個創作嘅呢？好多創作者呢係想為所有人創作，咁最終呢，所有人都唔係佢受眾，所以呢個受眾嘅對象呢，你唔可以大到呢係服務每一個人，即係你唔可以3到80歲，你係要少到，但又唔可以細到呢只有你自己鍾意。即係當你想同每一個人講嘢呢，就等於冇人會聽你講嘢。當你淨係同你自己一個講嘢呢，你本書就只能夠賣到一本啦。咁作者都講咗一句，佢話偉大嘅成功作品呢，好少係由喺尋求問題嘅解決方案開始。長久嘅共鳴所需要嘅唔只係一時嘅新奇，而係一個真誠嘅人。佢好嘗試咁去為一個共同嘅問題尋找解決方案。咁第二樣呢，就係你要確保呢創作嘅實用性。咁書裏面呢，有一段呢都講咗出嚟，係令人好有啟發性嘅，就係非文學創作嘅成功關鍵，如果唔係極具娛樂性，你就要極具實用性。咁呢句說話呢，就係作者聽咗好多成功作家俾佢嘅建議。值得做嘅事呢，就要值得做好。咁呢句說話呢，就係放喺任何偉大事情裏面、任何事業裏面嘅核心嚟。如果你希望你嘅作品又長又持久，你就一定要咁樣做。就好似咧 Google 嘅創辦人呢，佢曾經講過，就算壯志未酬，你都好難徹底失敗。一般人呢係唔了解呢樣嘢，亦即係話呢，即使創作嘅一啲你嘅作品出到嚟唔係特別受歡迎，但係都唔影響你呢個作品呢對你自己嘅實用性嘅。咁隨住你嘅創作嘅數量越嚟越多呢，
你所獲得嘅實用性同埋具體嘅成果，亦都會增加，對自己咧都會造成真正嘅改變。即係咧，你一定要堅持你嘅創作。如果佢係冇娛樂性，你就要有實用性。成功最佳嘅機會就係藏喺創作嘅過程裏面。當我哋注重創作嘅實用性咧，我哋就能夠確保呢個過程嘅累積。當你越累積得多，可能你一次唔成功，第二次冇人睇到你嘅創作，去到第300次，你累積得足夠嘅時候，你一定可以能夠令你成功。第三樣就係講好內容就係最好嘅行銷。咁對於啱啱起步嘅一個自媒體創作者嚟講，成日都會問嘅啦。咁究竟係我哋要好用心去打造我哋嘅內容啦，定係將我哋嗰個 marketing 推廣嗰度做好咧？咁雖然兩件事都好緊要，但係先後次序同埋配置先係關鍵啦。咁成日都聽到一句説話叫做 Content is king， 內容為王，行銷為後啊。咁呢個觀念其實都喺呢本書裏面都有講過嘅，即係一個作品你想要長壽，經得起歲月嘅考驗咧，其實好嘅內容咧就係一切嘅基礎。作者提醒我哋，大多數人咧都只係創作一啲可有可無嘅嘢，同一個長期銷售完全扯唔上關係。咁佢就批評，實在有太多人咧，佢創作出嚟嘅嘢咧，即係如果佢哋願意去誠實咁面對自己，其實只有稍為優於或者有別不同於已經存在嘅嘢咧，佢哋唔係大膽無懼勇敢，而係咧佢哋係補充啦，佢哋係模仿啦，佢哋係平庸啦，佢哋係微不足道啊！呢一種問題咧，唔只係因為佢哋好無聊，亦都導致佢哋咧面臨到無盡嘅競爭。咁咧，你要去評價自己創作出嚟嘅作品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咧？就係當你創作完之後，你會問自己，你願唔願意將呢個作品分享俾你啲朋友睇咧？即係如果你創作嘅內容夠好咧，好到你係會好自動自願咁去 share 出去俾身邊嘅朋友，甚至乎熟或者唔熟嘅人，因為你知道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嘅創作，至少你自己相信你已經喺你嘅能力範圍裏面做盡咗，你亦都覺得個成績好滿意，成效出嚟令你好滿意。咁如果你嘅內容你唔夠滿意咧，你覺得好羞愧，你唔夠膽分享俾人咧，其實唔使懷疑嘅。咁呢一樣嘢一定係一個爛嘅作品嚟嘅。咁咧亦都係代表住其實你根本都冇盡心盡力去創作呢個作品，即係你未夠拎你條命出嚟去創作啊，未夠有血有肉啊。咁究竟一個好嘅作品、好嘅內容可以點樣行銷咧？咁一個涉谷嘅新創教父曾經提醒過，你要提升咧新創企業即係 startup 嘅公司嘅成長速度嘅最佳方式，就係要你令到你嘅產品優秀到足以去令人哋去推薦俾佢哋嘅朋友，亦即係話一個好嘅作品、好嘅產品，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口碑行銷嚟嘅，就係內容夠好，任何創作你都要記得呢一個咁簡單嘅準則，就係你創作完之後，你敢唔敢或者你想唔想，你覺得佢值唔值得推薦俾你朋友呢？咁總括嚟講，呢本書滾動內容複利係奠定咗創作嘅基礎嘅。書裏面呢一句說話講，人們聲稱想要做一啲有意義嘅事咧，但係就用嗰啲無關緊要嘅事去衡量自己，並且用呢啲微妙，而唔係咧即係用一秒一秒咁去諗，而唔係咧用一年一年咁去追蹤。即係你嘅創作係要創作永恆嘅嘢，而我哋唔應該係專注於即時嘅回報同埋立即嘅滿足啊。咁書裏面咧，其實都有好多講創作者內在驅動力嘅話題啦，引導每一位創作者去探索內心深處你想要創作嘅意義。即係好似咧，嗰個創作嘅意義就係嚟自犧牲，你冇掙扎，其實你睇唔到目標。充滿力量嘅作品咧，係嚟自於相同強度嘅內在力量。咁呢一度其實講得好抽象嘅，但係當你真心你係創作過咧，你係真係即係所謂
喺一個你喜歡嘅事情裏面，你就會到達心流啦。當你喺心流嘅時候做出嚟嗰個創作，其實你就會明白佢講嘅咩叫充滿力量嘅作品，係嚟自內度你嘅內在力量嘅強度係相同，即係代表你其實你係經過好多好多嘅思考，你係比一般人更加多角度咁去深入咁去理解而去創作出嚟。咁喺最後咧，作者都會提出咧，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思考一啲問題，令到我哋去諗嘅咧，就係喺一啲經典嘅作品背後，係咪有共同嘅創作思維呢？佢哋同今日仲流行、聽日仲消失嗰啲作品有咩差別呢？咁呢啲創作者喺包裝個作品嘅時候，佢哋運用咗咩方式、咩詞彙去做一個行銷推廣呢？佢哋同粉絲或者佢哋嘅 followers 嘅關係係點呢？呢個長銷嘅經典係咪有啲咩模式係我哋可以學習嘅呢？你能夠喺呢本書裏面揾到呢啲問題嘅答案嘅。咁如果你作為一個創作者，絕對係值得去睇呢本書。如果大家想繼續聽更多唔同類型嘅書，大家可以更多嘅交流。希望我哋可以3個月內突破到1000個訂閱，同埋能夠開啟到呢個會員嘅制度。大家訂閱